酸。咩好似錄啊？仲先得慢慢錄啫。阿個波圖先大啊，佢有個站個波圖先大。什么？以为开玩笑吧？你哋幹嘛？俾落飛機就個視覺效果會，即係會做，即係就會更加誇張啲咯。嗱，呢家錄得快。隻鹿先係快啊，先係勁啊！我話沒事，很安全的。誒，上去上，快了快了快了！哇，個視覺效果衝擊，哇！會快啲，會快啲，佢又咪過山車。過山車客。鼠有陣時海盜船，一鳩上一咱們海盜船更恐怖。而家變彎人，你嗰啲人嘅。嚇得魂都沒有。老爸，我們啊！呢啲先恐怖啊！除咗住一隻要隻嘅先恐怖。要要嘢？啊！最恐怖啊嘛！哦，我知道我知道。咁啊講住咯，我三天唔通打佢。不會停的。不停，它還要下去了。永遠都不會停的，就是一下子就熊上。哇，刺激！我可以用公園嗰陣。老爸，那個更刺激啦！啊？我們去那裡就更刺激了。我們去那裡更刺激了吧？一笑，非常恐怖。哪裡啊？咪講嘢。你看這下面。唔係過山車速度啊，可以吧？我一看下面。你望落去其實我都效果都唔係話好咩。一搶一兜飛唔成嘅啦嘛，喺香港扯過咯。哇，這不是雲朵嗎？這麼大一個。但見到啲下坡路好勁喎。老爸，你看那雲朵都降下來了。10幾年前嘅香港咯。廿幾年前。一年啊！刺激啊！哥。啊！沒請我啊，準啊！準啦，妹妹。媽的，扯爛衣服啊！沒有啊，咋啦？老媽，你說要指令啊，指令到嘛就扯帽子，那扯到時候扯斷了。沒扯斷，好不好？長江路線嘅兩把。沒扯斷。我咪我你梗係直路下邊嘅路咧。係。啲毛啊毛，喂咪踩啊老細！使乜紋印啲你毛俾低睇到咯。刺激。啲鐵索類喎。鋼咩鐵啊？鋼啊嘛。鋼啊，係啊鐵唔得嘅，唔夠硬。鋼。鋼個強度先夠㗎。鋼先夠。摩天輪也是這樣子，比它還要慢很多很多很多。對呀。有些摩天輪真的很快啊。就係翡翠纜車，上去買嘢。你可以慳水㗎，但係好辛苦啊。所以唔係好貴。咱們可以走上去的嗎？嗯？可以走上去的嗎？可以走上去啊，有路給你走上去的，但是你不會走的。咁多人到天都賺。不是不會走，而且那些路程很。咁咪係喎，佢你要路費係補貼俾你，佢都賺翻你喎，賭槍嗰度啊，所以佢咧就整平啲。你慳水啊，同你坐纜車快啊嘛。有冇入去啊賭場？乜要知道層層都唔同嘅，靚過。咩？你層層唔同啊？澳門咁靚嘅。唔係，我話佢入門口嗰度啊，裏邊都唔靚，好矮嘅。係咪啊？裏邊咧，即係我望到望，但係我冇入去㗎。個樓層好矮，好矮啲嘅。差不多。門外有3、4雲景佢好似舊鋪經咁啊。我冇，反正就個門口就唔係好新啊嘛。老闆，那一站要不要停？好多人。賭錢㗎，真係賭錢，係真賭錢。啊？幾多人啊？我們可以不停啊，我們可以不停啊。全部啲60歲左右嗰啲啊。震騰都幾多60歲左右嗰啲啊，好多都係。係啊，捉住拐杖。唔係，喺啲女人仲犀利啊，啲人賭人仲犀利過男人。又要轉硬體嘛？唔使轉啦，應該我哋點停㗎？我哋可以點停㗎？真係賭錢。係嘛？我
你可以。我影聽㗎，計個澳門人要幫本係啊，知佢講嘅真係啊！真係俾錢喎。買啦，你一個爸爸給我看你的。一樓係普通嘅，2、3樓係 VIP 嘅。誒，嗱，可以我開一咯喎。我知你可以落，可以咁落㗎嘛。我哋直接落，我直接落啦，同落咗之後，我哋咁樣做咁樣，可以慳呢邊一個勁啊嘛。咁樣做我哋咪慳嗰啲，唔係喎，你係咪呢家落喺幾萬人，仲有搭兩落嘅？仲可以搭翻落去，但係我哋冇必要啦，因為我哋已經慳過啦嘛。做咩啫？咪直接搭落去咯。我哋已經慳過啦呢度，嗱落去啦，而家我落翻去啦嘛。呢個第二個站。呢個就係個清水站，就係我哋上呢嗰陣時，即係個站。上呢個站係要搭噃。係啊係啊，冇錯冇錯。拍了拍了。關門了。好大的。爸爸關門了，關門了。佢會關門㗎啦，佢會自動關門㗎嘛。上咗馬㗎咯。係啊，冇㗎嘛，佢自動㗎嘛。來，很有刺激唔了。係今朝早話講嘅係好多做工啊，爸爸今日呢個。哎，爸爸慢慢就很快很快，從這裡開始就很快，非常刺激，刺激，哇！哇，好快呀！沒事。阿邊車仲睇得多嘢喎。邊邊啊？即係做阿妹入邊啊，哦仲睇得多嘢，望到好低啊！ around Resort Genting. Our next stop is Awana Station, your gateway to Genting Highlands Premium Outlet, 有那个塔。 which offers more than 對啊。 150 designer brands and stores, 那給我 with 還 daily 好 savings of up to 65%. Thank you for taking the Awana Skyway. Okay. We wish you a pleasant journey. 冇冇親愛的乘客們，今朝呢個塔唔係過嚟睇，過嚟影啊故麼？係啊，就嗰個。我們希望您喜歡環繞在雲頂世界的馬來西亞熱帶雨林和山巒起伏的迷人風光。下一站雲天纜車站，您可由此通往雲頂高原五台城。這裡包括150個設計師品牌和商店供選擇，並可讓您每天享有高達65%的節省。感謝您搭乘雲天纜車，我們祝您有個愉快的旅程。 Selamat datang ke Awana Skyway, jalan melintas awan. Kami harap 爸爸，那一個就是下面的那些。對啊。 Malaysia dan landscape gunung ganang yang menakjubkan di sekitar Resort World Genting. Hentian seterusnya adalah stesen Awana, gerbang utama ke Genting Highlands Premium Outlet yang menawarkan lebih daripada 150 jenama mewah 換手啊 dan gedung dengan potongan 換隻手不就行了嗎？ 500%. 可是我一直都也很累。 Terima kasih kerana menaiki Awana Skyway. Kami mengucapkan selamat jalan kepada anda. 爸爸，那些是不是上來的？對啊。上來的沒有人的，因為當時在那一站的時候是還沒有氣。我們現在幾點了？現在？現在4點冇。 4點了吧？好像4點就。那所以的話就沒多少人。唉，姐姐諗。夜晚應該先做，夜晚真係旺嗰啲賭場嗰度啊。就係啊，係晚啲人嘅話，應該大部分嘅話，基本上嘅話都係坐6阿個琴晚影有個標誌，嚇？啲做乜狗嗰啲？姐姐都冇人啊！邊度有人影空嘅姐姐？我哋呢度有人得啦。一定有幾排。我諗都係為咗上賭錢嘅啫。我覺得係咁啊有乜好行？周街奢侈品。如果識向計下都好嘅，開心咯。好心啊！老媽，你多少錢啊？買啲咁咪好心咯。有錢跑咪我識到我啊！我哋喺度撒喺度跌落練嗰啲廠錢冇乜數到咯，練廠啊冇嘛。冇啲見到啦，你喺度乜嘢啊？金沙丹做勁過以前啊！啲見到勁過啊。以前好多倍喺佛山出晒名，十個
個家庭住喺美國家庭度，喺南啊，出晒名，冇人敢嫁。有用嘅乜咁樣賭錢？冇用嘅，家庭冇好嘅。點有好冇㗎？你食啊佢咪由得你食下咯。佢食係食唔晒，嗰啖你你攞到你少咗個冇為啊，係咪啊？佢玩下啫，佢又唔係好痛，只不過想玩下啫嘛。嗰真係大老闆啦，冇嘢嚟講啦。有時候自信嗰嘅。你答應人係嘛？答應又有錢。真係我諗成白眼嘅人，唔好見人講。爸爸，嗯，那边怎么有个鸡场？有可能不知道哦。哪里呢？哪里因为那个鸡坪。計我啊記到嘅冇俾個好嘅咯。乜幫人家邊呢？俾落氣咬住。做馬沙玩馬沙，你先溝。不知幾大，成個亂沙咁大，要坐車去食飯嘅，我哋做一個記憶喺度嘅。到聚會，一起去。到啦，應該到站啦。這麼快？應該係啊。爸爸怎麼這麼快呢？啊，係10分鐘到啫嘛。你再上去都得㗎，我係10分鐘到啫嘛。唔使錢嘅應該。即係落嚟10分鐘落到嚟咯。係啊，個纜車落到嚟10分鐘。應該唔使。就轉過嘅啦。呢度落到嚟啦，係咪啊？嗱。